屏东迎王平安祭典是东港小琉球南州这所在真重要的王爷公信仰。县府即马有出钱翕纪录片，要来呈现去王船的过程，要来保留这项传统工艺。这样就开始啊，足爱参与着这王船的工作啊。咱是有信仰的人，所以拢会安尼啊。人讲啊，咱甲做无好势，对咱较无好安尼。 师傅用传统木工和雕刻定真去做王船。屏东东港的东龙宫迎王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文化资产，透过绕境小王船送王压刷，嘛个运入拢造作。屏东县府伫咧旧年拍纪录片《唱西和信仰》，用一年的时间记录王船的起造过程，嘛个老师傅的生命故事讲，互大家知。真哦，无查船人做啦，啊你学王船开，你都无当等食。会烦恼讲未来这技术会无去。 啊，这嘛是我多，啊嘛是阮咧做。伊讲要学阮啊王船咧做，你就来学。屏东县府甲王船起造来做文化资产保存技术，嘛甲创文化潘皇帝等等5位老师傅来做保存者。事实上，毋能迎王祭典科技豆豆在流失，会晓做查船的师傅嘛哪来哪少。参与纪录片的老师傅平均拢70几岁，真侪人拢是对国校啊做王船做高达。 县府希望透过纪录片、甲木工、画图，也有天尊旁等等的工艺，用镜头保存起来。我们也会持续的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，甚至让国际的观众都能够体验到，都能够看到来自我们屏东特别的，来自我们东港、南州跟小琉球特有的沿海地区的迎王的王船的文化。因为王船做好了，你做安怎属于过程当中安怎斟酌，安怎有者这个功夫，因为在 游街或者是烧的那一刻，它没有办法保存下来，就透过纪录片，以纪录片的方式，对这个技术，对这个感动，会当来传落去。这出纪录片《唱西和信仰》拍算6月12日会放伫咧公司 Plus 的网络平台和电视频道台湾 Plus 播送，除了希望互社会大众通了解王爷公的信仰文化，嘛通欣赏用要消失去的王船工艺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